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初3，箴言10章30安尼讲：耶和华无互义人拄着妖恶，歹人所行无的，伊无互伊成。三角来祈祷，无互义人拄着妖恶，要互歹人所想的无成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满有慈爱、怜悯、公义、甲信实的上帝。你对古早直到永远，拢在掌管。你的智慧远过人的智慧，你的道路远过人的道路。主啊！你毋但创造阮，阁时刻看顾阮、保守阮，用你丰盛的恩典来扶持阮的每一天。主啊，愿要感谢，甲学了你无煞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诚侪敬畏你、尊叹你旨意的人。当世界追求短暂的利益甲享乐的时，求你保守阮的心，互阮专心仰望你。求你互阮知，真正的丰富，不在伫地上的财富，乃是有你的同在。因为有你同在的人，你就无互伊拄着妖恶。你袂使伊有丰盛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